Suki，今日帶你哋睇緊呢一個，你睇望到旗高河嘅一線光景呢套房咧，咁呢一套咧就係複式嘅，成個產權面積咧就係130平啦。佢呢一度就搞緊啲裝修，我哋可以睇到咧，佢洗手間有窗啦，同埋咧個空間都好大嘅，同埋今日都係超多人過嚟睇。呢度係其中一個房間啦，佢而家咧就做緊裝修啦，同埋做咗冷氣嗰啲咧。呢邊咧就係主人房，佢係複式嘅，所以咧我哋而家睇嘅係下邊嗰一層，跟住呢邊廳啦、房間啦，因為有裝修咧，所以睇到就有啲亂嘅。廚房就向呢一邊啦，門口入嚟，跟住廚房佢就做咗一個開放式嘅，因為而家未裝修好咧，所以你都唔知佢成個設計係點樣。跟住我哋上去2樓呢邊咧，就有一個超大嘅房間啦。呢一邊直接可以將呢一邊作為衣帽間，跟住出到嚟之後咧，呢度有一個廁所，佢係一個套間嚟嘅。跟住你再出嚟咧，有一個超大嘅平台喎，約埋班朋友喺呢度燒烤，開下 party，幾開心啊！佢因為係複式咧，所以嗱，到時你自己裝修嘅時候，出邊呢一個露台都係你自己用嘅。咁頭先一個房間嘛，呢度係另外一個房間嘅，跟住呢一邊，你睇個超多房間，因為上下兩層。我哋頭先樓梯呢一度上嚟，再加上係咩咧？呢一個景望出嚟真係冇得頂，太靚啦！加上呢一度又係西區啦，咁大陸嘅朋友咧當然學區房嚟噶嘛，係咪啊？呢一度，咁如果我哋香港嘅朋友咧睇下咁樣嘅景，你覺得中唔中意咧？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喺下邊留言俾 Suki 啦。